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用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来学乐感谢上帝。徛伫用心的改变个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果，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心的改变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圣诗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同心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你是尊贵荣耀天地的主宰，阮要敬拜你。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阮要学乐你。请阿爸爸，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念头超过阮的念头。有时阮无了解代志的发展，总是凡事拢有你奇妙的安排。阮只有轻调你，跟对你。主啊，你看人无亲像人在看，人看外貌，你是看心内。求你检查阮的内心，看阮敢有清气，看阮敢有歹所行。若有，请
请你赦免阮，佮指示阮行正路。愿你赐落平安佮信心，互阮伫通过困苦佮试炼中，拢经历你的同在，更加明白你，仰望你。求主帮助阮伫教会内，用无比的疼心，互相关怀照顾，互相理解包容，互教会健全，肢体得到造就。伫教会外，嘛暂愿活出基督徒的香味，阁有好见证来影响人、帮助人，归荣光予上帝。特别最近，教会团契机构召开年会，要选出下一任的会长甲干部，嘛要改选长老甲执事。求主竞选兴起合用的器皿，求主坚固因、纪念因、帮助因，为主发光发热，为主做见证，也成做别人的祝福。一时，求主开听阮的智慧、信心，甲阮同在，将牧师所讲的道理刻条伫阮心，化作行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用山顶的脚印来学了上帝，咱嘛搁一届感谢上帝对咱的疼是遐尼大。
上帝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1节到13节。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1节到13节安尼讲：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互伊做以色列王。你要为着伊忧闷，要到偌久啊？你着用角对油满满。去啊！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因为我伫伊的囝的中间备办一个王。撒母耳讲：我怎样通去？扫罗若听去，伊要杀我。耶和华讲：你通带一只牛仔家己去，就讲：我是来要祭献耶和华。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着替我甲伊抹油。撒母耳着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伯利恒，城内遐的长老拢袅袅出来迎旨伊讲：你来是为着平安吗？伊讲：是为着平安，我是要祭献耶和华。恁着清起家己来甲我负祭事。撒母耳就互亚西甲伊遐的囝清气。叫因来负祭事，因已经来。撒母耳看去以利亚，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的，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无你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在看，无亲像人在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叫阿宾拿达，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讲：耶和华嘛无拣这人。亚西佫叫沙马经过，伊讲：耶和华嘛无拣这个。第10节，亚西互伊遐个囝7个，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甲亚西讲：耶和华嘛无拣这个。撒母耳甲亚西讲：你的囝拢伫遮吗？伊应讲：也有一个煞尾呾伫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还袂来，咱无要坐倒。就找人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耶和华讲：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撒母耳就用角内的油，伫伊遐的兄的中间抹伊。对迄日起，耶和华的神就代代临到大地。撒母耳起身倒去拉玛。今日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平凡小人物，超凡想象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小会伫7月15，咱今年的第10届小会议案中，也有通过聘请老秉义牧师来担任咱教会第10任的牧师，并且有行文伫台南中会。台南中会嘛已经回文要伫8月30，就是后礼拜，派人来咱教会办理监选。老牧师是政治大学社会系毕业，佮进入台湾7学院，伫2009年毕业了，受派到伫台东新港教会伫遐服侍，有做真水的事工伫迄个所在。我毋免佮详细介绍，因为伊已经有写一张批印伫咱今仔日的周报内面，咱转去再家己看。总是我直接要讲的，就是老牧师是一位真正有使命感、为主尽忠、佮认真的牧师，听主嘛听会友。今仔日会早起伊伫咱的中间，要宣讲的信息是平凡小人物，超凡想象力。咱即当阵咱将讲道的权柄来交予老牧师。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当阮自执敬拜学到你的时，主你的神踮伫阮中间，对你的规矩
愿得到祝福。对你的话语，愿也超吹生命的方向。愿主你甲阮三弟弟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感谢大家平安。我想这2礼拜以来，咱伫社会顶面一件真重要的事，应该是李前总统的离开。济的报道伫教会公报顶面嘛，一直咧写。其实毋是伊做足济，伊做啥物，是伊心内底到底所信靠的是啥物，赢过一切。其实李前总统甲阮这班真有缘啊！迄个时阵拄啊好，伊有一段时间，逐礼拜到台神参加礼拜。啊，伊到台神参加礼拜，逐礼拜学校拢爱派一个老师甲伊对话。啊，后来可能老师嘛感觉小可忝，逐礼拜爱甲总统讲话嘛是有压力。啊，后来李总统想，伊就讲，啊无我来修一门课好啊。啊，修一门课就甲阮这班做伙修一门课。所以有机会甲总统做同学是真特别的经验。阮坐伫遐，啊伊坐伫边仔，真正逐礼拜拢来上课。啊，甚至报告的时阵，阁有同学交一个进度，互伊讲，你同学后礼拜你爱报告。我想对咱济社会人咧讨论李前总统上重要的任务，我想干那一项啦，互整个国家领导者的交换是和平的。无阁有战争，无阁有济冲突，是和平交互后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时代咧改变，一直咧面对这个功课。到底咱要安怎做转换？今仔日咱要对圣经中间嘛要看这项事，到底时代是要安怎转变？扫罗是以色列头一个王，伊生了真勇壮，比以色列人搁较悬。总是当伊做王了后，心内底渐渐离开上帝。当伊离开上帝了后，那亲像一个人的地位对足悬的所在开始坠落到地。迄个时阵，耶和华撒母耳讲：“我对立扫罗要做王，感觉真危险，因为伊不爱军队我。现在你有一个新的任务，你爱去到伫伯利恒，踮伫遐。”为着我备办一个新的王，先知撒母耳领受一个新的任务，嘛代表讲时代开始要进入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总是当先知领受这个职分的时阵，伊心内底敢好过？伊心内底其实无遐尼好过啊！伊的心内底有真侪惊吓，因为伊伫咧想的是这件事。既若互扫罗知，我会发生啥物代志？扫罗若知影这件事，可能会用所有的军队，用伊所有的权力，想要将撒母耳甲伊除去。所以对先知来讲，伊心内底其实是有真大的惊吓。伊也一直咧讲，我哪会当去遐？扫罗只要听见这项事，伊绝对要来杀我。上帝又讲，你去到伫遐。带大家献祭吧。先知领受上帝的命令，就照安尼要去到伫伯利恒。伫伯利恒的城内，济长老出来迎接因，来迎接撒母耳。伊心内底共款有真大的惊吓，因为大家因开始咧想，先知忽然间来到伫阮遮吼，毋知阮发生啥物代志，有可能阮犯罪。有可能上帝要刑罚阮，因有真大的无平安，所以因问撒母耳讲：“你敢是为平安来的吗？你敢是为平安来的吗？”对撒母耳到伫伯利恒，全城的长老、全部的人非常的紧张。撒母耳真烦恼，我这项事若是扫罗知，我会出代志。全城的人嘛咧烦恼。先知的出现，到底对阮来讲是好事还是歹事？大家人拢想要超找平安。其实进入2020年，对咱全世界的人来讲，咱拢面对这项挑战。咱的心敢有真正的平安吗？
今年充满挑战，所有的计划、所有想好的代志，拢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全部的物件开始拢咧转变啊。虽望踮伫台湾，咱确实是真平安，因为疫情控制了袂歹，咱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这个暑假，咱拢讲叫做报复性旅游。伫这个报复性旅游的过程，大家人敢若拢足欢喜的。到伫风景区，满世界拢是人。但是最近这几礼拜来，咱嘛对新闻、对政府开始咧讲，哪亲像有一个第二波的疫情准备要咱接近啊。所以现在可能前几礼拜口罩还无挂遐严，现在大家人全部口罩搁要重新搁挂起来。咱游玩伫一个到底平安是啥物啊？敢若大家人无遐尼平安吧？忽然间，迄个平安哪亲像毋是咱靠家己的气力会当去摕到的。其实，当咱逐礼拜踮伫教会中间，咱咧三体清安讲平安的时阵，毋敢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平安，伊是一个身心灵会当整合，互咱的心内底确实有气力、真稳动的状态。教会也同款。徛起踮伫即个改变的时刻，即个病毒影响了教会侪项事，咱也无法度亲像过去同款，继续停伫遮。咱必须爱做出改变。咱还佫会记哩几个月之前，咱因为疫情的影响，咱足侪人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中间。伫愈大的教会内面，因恐惊爱决定。实体礼拜要继续无？大家人开始用网络的技术，敢若会当用网络来做礼拜。但是慢慢，一天搁咧过，搁来咧，用网络会拄着啥物款的挑战？侪兄弟姊妹因为无法度搁甲人有接触，所以也渐渐无继续有真亲密的团契的关系。对伫宣讲的人也咧面对讲，现在所宣讲的话语，毋是敢若对现在咱坐伫遮的兄弟姊妹，咱讲毋对的代志嘛，随时传出去。毋管是讲有理还是无理，所有物件开始咧四散伫无共款的所在，大家人拢会当听到。教会兼有准备好，每一摆宣讲的机会，咱拢是无论是信徒也是非信徒，每一摆宣讲，咱是公共咧宣讲。毋知影教会到底准备好这个事啊吗？咱无法度想到遐济，咱嘛无法度超前部署。惊讲，咱虽望踮伫遮，其实咱咧整个世代宣讲，带领教会要迎接一个新的世代，其实。咱甲撒摩尼所承受的拢共款，咱有侪外来的压力，也有侪对咱内在的怀疑。咱的心敢有平安吗？上帝是命令啊，先知领受上帝的命令，伊敢会当继续去敲吹。伫迄个变化的过程敲吹，到底上帝你要带阮安怎行？一年之前。观点伫新港，有之前阮甲牧师娘咧讨论，观点伫新港待11年，搁煞来，上帝到底要安怎引带阮头前的路？一年前，阮就想讲，可能有一个进修的方向，所以迄当时啊，就甲教会讲，阮1年以后要离开，到底要去倒，阮毋知。侪人拢问讲。你敢真正毋知？我讲真正，我啥物拢毋知。准备要去进修，迄是一个方向。到底会去对？过来到底会拄着啥物？其实阮毋知影。总是伫即个毋知影的过程中间，阮敢若思考一项事：上帝到底要安怎带阮全家头前的路？敢若伫教会内底，咱是稳当的，咱会。定袂记你去
问上帝讲：上帝啊，我要怎样我靠你？所以伫这个改变的过程，阮一直咧想，上帝你到底要带阮去对？时间一分一秒咧过，一个月一个月咧行。疫情对年初开始咧爆发，阮嘛开始咧讲，哦，安尼过来咧，过来可能原本的方向拢无共款啊。煞只到底要行毋对？原本的计划一定要做出改变，总是要安怎改？要安怎转弯？转弯是困难的。虽然真做一个牧者，定定踮伫教会内面，拄着兄弟姊妹有软弱的时阵，拢彼此讲爱相信上帝，爱倚靠上帝。总是当家己拄着的时，咱才会真直接去问这个问题：上帝，过来咧！上帝，我过来要安怎行？原来迄个平安，毋是人的手会当掠掉的。原来迄个平安，毋是阮用嘴讲，迄个平安是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必须爱去经验的。撒母耳到伫伯利恒，迄场献祭要开始啊！亚西带伊的囡仔来到伫迄个献祭的现场，头一个囝，亚西头一个囝叫以利亚。以利亚行出来的时阵，撒母耳心内底欢喜，因为以利亚应该生做官大，生做看起来应该勇壮。撒母耳心内底想，应该是这个吧。但是上帝话迄个时阵，临在上帝话安怎讲？上帝话临在讲，毋通干那看伊的外貌，甲伊的身材悬大。人是看外貌，我是看人的内在。耶和华无亲像人咧看，人咧看外貌，耶和华看伊的内心。所以真失望，以利亚过去啊，头一个毋是。过来第二个囝，佫走出来，阿比拿达，阿比拿达佫走出来。撒母耳也咧想，应该这个啊吧？头一个毋是安尼，应该这个吧？结果也毋是，我佫刷来第三个叫沙马，沙马佫出来，耶和华也毋是经这个，也毋是经这个，过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那亲像咱咧看录影带咧快转共款，直接快转较紧啊，因为结局拢共款，一个全部拢快转过去啊，拢找无。撒母耳心内底愈来愈大的无平安，敢真正来遮？总是上帝爱我来遮，应该就是啊吧？伊问亚西讲：你的囝敢真正拢伫遮吗？这个时阵，这位老爸才讲啥物？哦，抑阁有一个伫外面。伫一个上煞尾伫外面咧饲羊啊，伊讲较足简单呢，但是这代表啥物意思？咱知无？这个囡仔会记得哦，圣经的作者足趣味的，头三个有写名对无？头三个囝有写名，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直接快转。啊，到伫上细汉这个咧。对老爸来讲，伊连迄个互人快转的权利拢无啊，一点仔拢无重要。安怎经都袂经迄个撒母耳甲这个爸爸讲，赶紧去将你的囝细汉囝找倒转来。伊若无来，阮决断无要开始。对人的角度来看，伊真正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一个小人物。到这为止，伊的名拢还袂出来咧。头前还佫互人快转，到这是对外面远远的所在去叫转来，这个人互人叫转来啊！圣经的作者对人讲，伊生了好看，目睭清秀，伊是赤色。耶和华讲，这个人就是啊！上帝拣选一个连伊的老爸拢认为无重要的人，上帝拣选这个人。要出现踮伫现场，讲这就是啊。撒母耳摕伊角内的油来抹大笔，伊是以色列国刷来
要接煞的王。大卫就安尼出现踮伫即个现场。到27章，咱真熟悉迄个故事是歌利亚的故事。歌利亚要甲以色列人交战，当歌利亚徛伫对面的时，所有以色列人拢认为咱拍袂赢，咱拢拍袂赢伊。所有人拢惊吓，甚至是头一个王扫罗，生了真权大的扫罗，也共款真惊吓歌利亚。只有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大卫安怎讲的？到27章又讲一句话，讲迄个人他会敢因我上帝的军队踮伫遮咧叫阵呢？伊当会敢藐视因我上帝的军队？对这个平凡的小人物来讲，伊带互人一个超发的想象力，是因为因我的上帝踮伫遮，因我的上帝踮伫以色列的中间，因我的上帝踮伫大卫的性命中间。竞选人带咱带整个的国家要行头前的方向。一个真平凡的人，就安尼来到伫历史的现场，带整个的以色列人行新的开始。对顶个月开始，阮正式离开新港教会。济人，阮去到无共款所在，逐个人拢咧问：恁到底住伫倒？阮就讲：即一个月，阮就四界住。一个所在住2-3天，所有的行李拢伫车内底，开到底就住到底。讲是流浪。老实讲，这是甲无共款的教会，甲无共款的牧者咧对话，咧敲吹，到底踮伫这个新的时代，上帝要怎样带教会行新的阶段？所以伫这个流浪的过程，嘛当感觉到讲，迄个伫旷野的感觉是啥物？逐工拢在咧想，今仔日暗暝我到底要住伫叨倒？后一站呢？伫这一站一站的过程，我也看见上帝确实兴起无共款的伊的罗卜，伫无共款的教会做水的工作。几礼拜之前，阮去到伫白水溪，伫白河水库的顶面白水溪教会，迄是一个传道书足歹留伫遐的所在，因为都开车开到山的尾溜就到啊。我会记哩几年前，阮捌带青少年过，迄天落大雨，风台拄啊过，开到伫遐一个青少年咧流目屎，伊讲：牧师，你到底要带阮去倒啊？一个真偏僻的所在，总是有一对长老翁仔某，过去10年踮伫遐咧做祝福的传道，伊伫几礼拜之前退休。迄对长老翁仔某10年之前，因对事业退休，因为是牧师娘母会的长老，因就讲：阮嘛四界咧流浪，踅来新港甲你看。当阮拄啊到新港报道的时阵，迄对长老翁仔某来，就甲阮讲：恁去祭接会友，厝内底的事，阮替你斗3工，阮替你摒扫，阮煮饭，恁拢免烦恼，恁就赶紧去甲会友对话，反正阮也无代志，阮就踮伫遮。住几工了后，因离开，就开始四界踅到白水溪。竟然1年后，我看到讲，长老正做祝福的传道，踮伫遐咧服侍，陪伴老大人，陪伴济，敢若住伫山顶的老大人，就安尼过10年。所以几礼拜之前，阮去参加因的退休感恩礼拜。看到足侪老大人流目屎，甚至阁有照顾的活路也流目屎，讲真毋甘恁离开遮。上帝拣选一个咱想袂到的，毋是新学院毕业的，是一个事业退休咧敲找人生方向的人。因踮伫遐，就安尼住10年。白水溪了后，阮阁继续踅，去到伫云林的水南。甲屏东的大平原，
这两间教会拄啊起新的礼拜堂，新的礼拜堂完成，牧者踮伫遐待10几年的时间，将因的性命完全缺伫遐，陪伴侪囡仔成长，对空间无够用，到慢慢建堂。现在因拢有新的礼拜堂。当阮行入去的时阵，所有的囡仔真有规矩，也真有礼貌，全部咧问牧师平安，你有啥物需要？看到遮个囡仔对国校、国中开始大汉，正做教会真重要的当工。新的礼拜堂完成，因也开始新的故事。踮伫新港，阮也去关心一个阮所熟悉的阿嬷，伊拄啊上帝拄啊煞伊世间的路考，所以阮坐转去遐，到伫因的家庭，也看阁煞来人生的路要安怎向头前行。因的亲人另外一个伊先生小弟的弟妇啊，也拄啊好1年外进前离开这个世间。迄个阿嬷一个人踮伫厝内底，其实心内底是有罪的。有一日，当伊咧整理厝的时阵，整理出一个水翁啊。迄个水翁啊，摆伫厝内底的仓库几啊年。当伊先生离开了后，伊甲迄个水翁啊摕出来，祖孙啊拢咧想讲，你到底想要创啥物？原来这个阿嬷的大家，过去几啊十年进前，踮伫东海岸，用迄个水翁仔咧做啥物？咱晓会着无？种豆菜，用迄个水翁仔咧种豆菜，啊，所以这个阿嬷的大家用迄个翁仔咧种豆菜，卖整个东海岸的人，啊，所以新港人甲伊号一个名叫做豆菜村。即日，迄个新妇嘛，其实已经要80岁啊。摕出迄个水翁啊，看看的，讲啊无，我嘛来种看卖。就搁开始种豆菜啊。伊的祖孙看到阿嬷种豆菜了后，就甲阿嬷讲：阿嬷啊无安尼啦，咱来卖看卖好无？咱来卖看卖。就写伫网路顶面讲，这即马叫做豆菜村的新妇的豆菜，要踮伫市场顶面来卖。侪人看到消息，特别都徛倒摆去到伫因遐，要甲伊买即个豆菜。后来愈种愈济，讲半暝搁爱起来压水。逐礼拜一，有一间面摊仔讲，拜一菜市啊无开，啊无安尼啦，阿嬷会当你的豆菜拜一吼，阮就全部甲你印过来。慢慢。祖孙啊，敢若甲我讲，因所想的是，我敢若想要互我的阿嬷快乐起来，莫一个人踮伫厝内底。结果，这个阿嬷开始振动了后，伊也开始甲身躯边的人分享讲，爱珍惜当你的另外一半，还阁伫的时阵，爱彼此相听，踮伫家庭中间，爱彼此祝福。新的故事阁开始出现了。上帝使用一个咱嘛想袂到的人，上帝使用每一个咱想袂到的人，要伫新的时代，游完做水的工作。虽然整体的环境互咱真大的考验，总是当咱踮伫上帝的话语咧敲找的时阵，我相信上帝好调也一直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今仔日。咱三体踮伫遮，上帝将宣讲的权柄交予牧者，要带咱行的是，咱毋是靠咱伫世间的想象力。当面对高利亚的时阵，咱就毋惊，咱就开始惊，毋敢向前行。咱是靠着话语的想象力，要带咱搬过每一个困难。搬过每一个时代的困境，上帝会使用迄个平凡的小人物，共款，咱每一个人也是真平凡的小人物。
伫上帝面前，咱无啥物了不起，总是咱会伫每一个时刻最水的工。要进入新的时代，上帝已经备办好，咱伫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拢有一个空间。迄个空间是咱的生命会互伊的神所感动，要去迎接新的使命。甲咱的教会咧对话的过程，侪人拢有甲我讲，咱的教会是一间历史真悠久，牧师你真正来遮挑战会足大哦。即几工我咧献咱教会100周年的纪念册，愈献愈嘛感觉，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考验。看到宣教师，看到历代的牧者，真正用因的性命付出，踮伫咱的教会中间。有一日，我就敲电话问我的同学，咱所熟悉的林伟，我就问伊讲，林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母会想要来问我讲，愿意真做牧者无？你安怎看？结果林伟踮伫电话中，伊笑10秒钟。伊笑10秒钟，我问伊讲所以你这个笑到底是啥物意思？林伟后来就甲我讲，无我感觉足好呀。你既然上帝爱你过，你就过吧。既然上帝要引带，你就去负这个使命吧。我想到伫11年前要到伫新港的时，我问过2个神学院老师，到底踮伫东部服侍有啥物我需要注意的？一个老师甲我讲，因为伊拄去东部服侍1年，佫倒转来神学院，伊甲我讲，你去遐爱会记哩，爱紧紧抓牢耶稣，只有耶稣会当成做你的帮站。第二个老师是圣经学者，咱可能嘛真熟悉，邓凯福老师。我问邓老师讲，邓老师，佫煞来我要去教会服侍，你有啥物建议？邓老师甲我讲，会记哩，永远爱相信有神者，你永远爱相信会有神者会发生。其实，甲因2个人对话了后，我有真大的感动，因为大概踮伫神学院内底，听到圣经学者拢足理性的，对圣经有足侪了解。总是邓老师甲我讲，你爱相信，永远有神者。对咱的教会来讲也是同款，咱爱永远相信会有神者会发生。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咱的生命拢会有神者发生。上帝会引带咱，上帝会使用咱，互咱踮伫这个时代，将平安的信息分享出去。会记哩无？一开始，撒母耳也是伯利恒所有的人心内底拢无平安，总是到伫上尾大卫的出现，伊带予所有的人真实的平安。毋是伊的溃烂，是上帝的拣选，赐予人真实的平安。伫这个世代，咱也要安尼，咱也要安尼领受上帝的平安，甲咱伫地。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愿感谢你的听。当阮踮伫这个时代，充满济惊吓，充满济软弱的事。主，愿你用你的神灌压踮伫阮逐人的心，因为阮知你咧拣选人，无亲像人咧看，人是看外貌，总是你是看阮每一个人的内心。互阮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拢会当成做你的器具。伫每一个需要的时，成做干净；伫每一个当身躯边的人有软弱的时，将福音分享福音。愿也要做伙见证，上帝你伫这个世代
永远有新的新者，管理甲阮伫地，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以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见证，来回应今仔日的领受。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掀开周报第12页，我来报告。小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伫8月30日召开第1摆临时会员好会，监选本会第10日牧师。当日礼拜对9点开始，甲第2堂合并。会员名册伫礼拜堂后壁公布拿。若漏交错误写小会员提出补正。会当日无法度出席的会员，请甲各区的区长讲。第2点，本会定伫9月13号甲9月20号召开第2摆临时会会，选举2021年到2024年长老10名。受选名单是现任，阁有参与复赛的长老甲执事有14名。名单请过目。教会消息第1点，今仔日主日礼拜是刘炳熙牧师来本会讲道，愿主祝福伊的服侍。第2点，下主日是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由陈木成牧师为台南中会教协部事工请安甲报告，请兄姐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政府本的振兴300券请兄姐莫摕来奉献，这是为着要振兴消费用的第4点，109学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到9月20号截止，请学生干事提出申请。第5点，双年大学秋季班伫8月28号上午9点半。伫双大教室注册，9月2号举行开学礼拜，欢迎55岁以上的兄姐报名参加。注册开学上课拢爱戴口罩，请同同学配合。第6点，教会需要志工伫每礼拜六长期来帮忙凹周报邀请有意愿的兄姐来参与。请干事报名。团契消息第1点，主日第39期好品格儿童快乐周末营，即时到8月23号接受报名。欢迎幼稚园大班到国小6年的小朋友参加。请办公室报名。第2点。妇女团契定伫今仔日第1堂礼拜煞，就是上午10点40分，伫对面双大教师召开年会，请幼生牧师、顾问委员甲客友留时间参加。第3点，双年团契年会选出团契干部，名册拢刊载伫周报顶悬，请过目。
第4点，家庭团契。家庭团契定伫8月23號禮拜四中晝12點，伫松大教室舉行年會，也請幼生牧師、團契顧問、委員、監選委員留時間參加。第5點，小家庭團契。小家庭團契原定伫9月20號要召開年會，即馬要煞延後召開。教界消息第3點，台南中會教育部原定伫8月29號，要伫長隆中學舉辦的聖經講座取消。好，咱來讀今仔日的本周的金句。我先讀一遍，大家鬥陣讀2遍。總是耶和華甲撒母耳講，無得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軀的大漢，這人是我所拒絕，因為耶和華在看，無親像人在看。人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心內。好，咱鬥陣來讀2遍。總是耶和華甲撒母耳講，無得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軀的大漢，這人是我所拒絕，因為耶和華在看，無親像人在看。人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心內。撒母耳上卷16章7節，甲1擺。總是耶和華甲撒母耳講，無得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軀的大漢，這人是我所拒絕，因為耶和華在看，無親像人在看。人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心內。撒母耳上卷16章7節。介紹，今仔日敢有第1擺來教會的朋友，愛閣甲牧師介紹1擺，劉炳熙牧師，甲牧師娘。幼生牧師介紹，幼生牧師麻煩介紹。我伫公布社甲李元教會就任的時，我攏講一句話：咱的上帝毋捌互我失望。老牧師拄才有講，永遠相信神者。伫咱的生命中，永遠有神者，你是毋是相信？伫我的生命中有真濟神者，所以咱会使去真歡喜，老牧師伫咱的中間，咱閣一遍用拍鼓甲歡迎。請起立吟祝福冊肯的詩，獻詩第402首，懇求主你引帶我腳步。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想使人仰望的上帝，就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充满各样的平安甲欢喜，就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互咱不断经验神者，不断干净，将这个祝福分享予侪侪人，到因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
合伊的方式互相亲安。